上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7，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昨早华航一架对桃园要飞去柬埔寨飞行机帮，去互中油的油车去弄到飞行机室，机室破一空，华航赶紧派另外一架飞行机来飞，后续会去厘清事故的原因，向中油讨赔偿。中油的油酸车向后壁挖过，将车身甲石膏去掉的所在拔开。华航 CI861班机本来16早起要自桃园飞柬埔寨金边，做伫机场的地面作业时阵，被油酸车弄到，车身拔开了，看到正边石膏的下骹破一空。我们的油酸车经过飞机机翼的下面的附近，然后因为高度的问题，有去擦撞到那个飞机的设备。桃园机场航务处伫接到中油的通知了，到场了解，讲主要是因为加油员伫咧驶油酸车时阵，伫咧第三停车位接唔到石膏的管道，无顺利启动到华航客机的石膏，已经通报民航局调查，无影响机场营运或者是空测设施。我们以民航局调查的结果为主啦，我们完全配合民航局的调查。华航表示，修护人员有随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处理检修，严格考虑到安全，是派其他的航机执行任务，也伫环境调查清楚了，向中油要求赔偿，好加在现场无另外受伤。因那同机场也拄好伫咧讲，一天暗时进行空难灾害防救演练，强化全天候全时段救灾的能力。为无法度预测的风险，做好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因那伫非洲奈及利亚，昨昏是发生油罐车并车漏油爆炸意外，附近的民众是随走去油罐车的四周围去扣油，铁底流出来的油，尾啊爆炸，造成即马严重的死伤，上无有147个人死亡，900人受伤，而且死伤的人数阁会继续增加。几多架钻油，大火烧袂停，就让知影这台油罐车伫咧弄到冰车时阵，冲击的力量有偌大。意外发生了，真侪人摕到桶啊管啊要去渗油。警方北警告讲，莫挖运，而且封锁现场，不过人愈来愈多，无法度控制，尾下就发生爆炸，造成重大死伤。真侪死者正用手机、手机啊砍掉的，避免规身躯烧甲乌草搭的情形，互人看到。救援人员甚至伫咧离事故现场更较远的所在发现真侪尸体，初步看来可能是身体捣毁了，走来者想要挽救人，不过火无拍花，也是小事。They only see what they stand to gain, as in trying to scoop fuel and make money out of it. Maybe as a result of the economy hardship, that's the only opportunity they have. 这台油罐车是15案，经过北部直接外州时阵失去控制并车，驾驶无受伤，已经被拘留调查。在这个非洲人口上侪国家，油罐车行的路无保养，真侪空，车也无定期保养维修。常常发生油罐车并车爆炸意外。虽然奈及利亚是非洲上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不过产车的问题真严重。百姓因为生活成本一直起，日子真歹过。汽油对因来讲是真罕搁真珍贵，而且自从去年政府无搁再补贴燃油了，汽油的价销起6倍。所以民众若看到油罐车并车，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去缺油。根据官方的资料，2020年发生1500件油罐车事故，超过500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搁转来国内，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日透早受东北风的影响，伫一寡所在也搁有低暂雨，也毋过就是东北风减弱，水汽嘛减少，就会转做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咱来看云图。透早因为透东北风，加上北海岸、东北部、东部也搁有局部低暂阵雨。桃园以北、东南部、恒春半岛、马祖是有低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澎湖、金门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也若日时开始，东北风会减弱，所以咱台湾各地也搁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规工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伫过昼了后，南部也搁有各地头的山区是爱设置局部低暂雷阵雨。温度这方面，今仔日的低温是伫23度至25度，也若高温有29度至33度。早暗的温差真大，乡亲爱会记咧读衫。咱来看最近这几年上广的会星紫金山，12个时是挖近地球的近地点，全世界各地拢有翕到会星的尾流。天文学家嘛表示，这粒会星说太阳系一年爱8万年。咱的中央气象署嘛有发布，因伫玉山的气象站去翕到会星和玉山北方的相片。
中央气象署玉山气象站的人员15伫玉山北方的山顶翕到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彗星长长的尾流划过那天白云，也会人看到玉山北方的白叶。这几年来上光的彗星紫金山阿特拉斯是真少目睭就看到的彗星，伊的轨道周期真长，坐太阳一年要8万年。 Well, this comet has not been in our part of the solar system for about 80,000 years. So that means pretty much the last time it came, the Neanderthals were still around, which is amazing.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9月28到近日点，了后10月12，彗星通过近地点上挖近地球，一旦观测到的光度大概是1定。即马全世界大家拢伫咧小看彗星，虽然推估6万年了会搁再出现，不过专家认为可能敢若这边啊尔。它就变成一个抛物线了。那这抛物线呢，就是两头都是开口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抛物线上运行的这么一个彗星啊，它进来以后再出去，它就不会再回来了。这粒彗星去年2月2日由南非的阿特拉斯天文台同步发现，经过比对，甲去年1月初9中国紫金山天文台通报尾失踪的彗星是同一粒，所以用2个的名合起来号名。估计伫20进前，彗星的光度依然伫咧4定以上，用相当望远镜看西边的天顶，应该就会当看到。公司新闻张伟玲、吴继昌编辑。再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华盛顿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年度报告，全球网络自由度是连续14年拢下降，而且创下历史新低。中国和缅甸调查尾，也拿咱台湾是排全世界的第7名，成绩是亚洲内底上好的。报告内底嘛警告讲，人工智慧对网络资讯的正确度会造成威胁。报告当中嘛，学到咱台湾对抗网络假消息的表现真好。来看联合报，目前人伫欧洲访问的咱前总统蔡英文，伊即马去到法国，去参访法国的参议院，嘛甲几个行党派议员见面。伊后一站是要去比利时。同一个时间，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有报讲，蔡英文有可能伫美国大选了后去美国访问。咱总统府昨昏对这件代志无做出回应，也那蔡英文办公室嘛表示无要回应。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打算要成立运动部。今仔日行政院会就会通过9个相关的法案，要拼明年来挂牌。也毋过即马有风声讲，要成立运动部，这个组织改造的过程，总统偌清就有介入。民众党的立委即马是批评这是破坏体制，也毋过相关的人士是回应讲，总统只是关心进度尔。即阵两岸关系紧张，中国正拄近演耍。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昨昏就伫马祖的时，伊表示，希望中国的海协会会当斗相共，因为咱台湾想要送中国一对梅花鹿，送去中国福州的动物园。嘛讲这对梅花鹿是和平之鹿，希望会当行出和平的路，所以要甲这两只号名叫做和和和平平。他们为什么叫梅花鹿？就是他们身上这个白斑像梅花一样。提叶啊，和梅花鹿食，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16参访马祖北干乡的大坵岛，宣布海基会想要征送2只号名正水、和和平平的梅花鹿，和福州动物园，希望两岸会使行向和平之路。前2天这个对岸的军机跟军舰来骚扰，让这条和平之路蒙上阴影。我们希望透过对岸的海协会，我们协调来送1对的梅花鹿到对岸，也就福州的动物园。回顾以往2008年，中国捌征送台湾2只鸟形团团圆圆，也有真珍贵稀有的树仔。2011年，台湾也回送中国一对梅花鹿环青点点，也有羊仔喜洋洋甲绿洋洋。即摆希望送和平之路到中国，将来是更加多鹿仔囝，就更加多和和平平。罗文嘉也搁再活跃对话，卖些政治舰队之下一来和谈。在不同中寻找相同，而且是最用和平的方式来化解歧义。和平之路虽然不好走，但是仇恨之路更不能走。对罗文嘉15讲到9日共识已经无合时代，两方应伫马祖进行协商，欢迎海协会到南竿26个据点谈26共识，会更加有前瞻性。不过中国各台办16讲9日共识就是明路，无必要另外起头。两岸的症结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共当局不肯
正视中华民国的客观事实存在我们还是要呼吁中共要理性务实，与民选的政府来互动来推动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柯水晶强调，林会批评也是唔肯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用大陆的借口对台湾进行各种不合适的时间压力，亲像军事威吓、外交打压、经济压迫，也佫有铺设地带侵略，拢是台海不安的根源，也是这个区域无稳定主要因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交通部长陈世凯昨昏伫立法院做业务报告的时，伊是答应讲，台铁伫旧历过年进前拢未起价，因为台铁爱先互民众感受到安全和服务有提升。伊嘛讲，高铁逐年拢赚袂少，所以政府嘛无希望高铁起价。台铁票价调整方案，特别伫10月2日召开董事会进行讨论。也毋过，民进党立委李芬德批评，台铁无论伫准点安全，抑个人员效率方面，拢有待改善，应该爱暂缓讨论票价调起。少一个车厢，然后问你电价，自己7%或14%也搞不清楚，这个真的是要检讨。现在票价的调整方案，我们还在做研议，做一些调整。新版电价为10日正式上路，高铁甲台铁的营运成本也得以增加。交通部长陈世凯要求台铁唔通将电力成本反映伫票价，上重要就是应该爱做好节电。今年度已经得到台电4500多万补助，明年也会请相关部会专案辅导。因为国民党立委廖先祥无认同，大概80%多的比例其实是必要的电费的支出。当然，就是我不可能刚。部长，你讲从节电做起，我列车行驶我怎么节电？台铁今年就半年营收157亿，比去年增加50亿。高铁今年就半年营收265亿，对比去年增加超过20亿。李坤德要求高铁检讨，核心问题是运量，不是票价。台铁虽然有票价调整空间，也不爱先改善本身的体质。所以部长，没错，在明年春节以前，台铁的票价不会去做变动吧？春节之前不会啊，高铁都不会嘛哈。高铁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报告。陈世凯答应，台铁伫春节进前未做出票价调整，应该互民众感受到安全甲服务提升。另外，陈世凯也希望高铁会当负起公共运输责任，表态高铁每一年营运赚不了侪钱，无希望高铁票价调起。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今年有地动有风台，加上中国军机伫台湾的附近飞来飞去，这是造成来咱台湾佚佗的外国观光客减真济，统计甲单敢若550万人次。这是含交通部观光署伫年初有定出1200万外国观光客的目标是差真大。交通部即马已经向下修正，甲今年的目标改做750万人次。来自香港的一家伙仔拄落飞轮机，就随来到台北的西门町佚佗。虽然西门町落雨，不过外国游客嘛是真热情，而且伫街路顶边凊彩门拢是对香港来台湾佚佗的游客。就是因为免签啊，就很方便，就可以可以随时来这里。8楼，叫咩啊？珍珠奶茶。打边炉。来过几次？那个好像是3次，风景很好。根据观光署今年8月份的统计，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游客，第一名是香港、澳门，拢总有88万人次；第二就是日本有79万人次；第三就是韩国62万人次；第四就是美国，拢总有40万人次。加上其他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游客，目增加550万人次，差观光署所定的1000万人次，佫差真济。第一个因素就是中国观光客到目前为止拢袂当来。第二个原因就是讲，这个日本经济状况不好，所以日本贬值。第三大原因就是花莲发生了地震，然后接着就是有这个台风土石流。第四个因素就是讲，中国的飞机造台。
交通部观光署伫年初是宣布，今年以1200万的外国观光客为目标，后来减做1000万，不过统计到今只有55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拜三伫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的时，有承认要达成1000万的人次是有困难，重新将目标定做750万人次。交通部希望明年会当落实1000万人次做目标。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继续关心台新金矿和新光金矿进行有召开临时股东会，成功通过合并案，而且因要拼月底送去金管会审核。不过即马新光银行企业工会是认为讲资方无诚意，对员工的安排拢讲无清楚，转向金管会申请。金管会表示，政府会用相关的标准来检视员工的安置计划。另外，Uber Eats 想要把台湾的foodpanda加落来，不过安尼有可能会造成市场规划放弃的疑虑。劳动部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台新金矿甲新光金矿进行分别召开临时股东会，虽然成功通过合并案，不过习近平因为需要金管会点头。习近平要拼月底送件，对公司员工安置、就业保障这议题，新成立的新光云企业工会无感受到资方的诚意，所以谈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16家金管会进行年度座谈会，工会也当面向金管会主席裴金良提交定金会。还没有任何的协商。甚至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版本，为什么会直接都压日期说要送件？其实这一点对于员工来说，心情会造成蛮大的一个恐慌。对于新光金矿启动员工沟通，也开6摆员工安置会议，也过无陆方参与，也无看到会议的记录。工会更加讲，金矿赶送件说法，互员工感觉真有压力，所以讲决定安置计划讨论无时间表，希望劳资双方做好准备，再过进行下一步的讨论。金管会也讲，会用相关的标准来检视员工安置的计划，加做习近平是不是核准，也是部会参考。那我们去了解，到底是不是有跟工会有说过协商了？或者是有开过这个劳资会议，那是不是有取得这样一个共识的员工安置计划？另外一个真受注意的合并案，要 Uber Eats 要合并台湾foodpanda，可能引发市场垄断。劳动部长何佩珊昨仔搁再讲到反对双方合并，已经向公平会发出公文反对合并。这个 Uber Eats 还有这个 foodpanda 为例，就要走向垄断独占了。你现在跟我们讲说我们什么资讯透明要去跟交通部商量，专法你拿不出来啦。专法的部分行政院，我现在就是在问你讨论。补件完了以后，开始立案审查，进行那个审查时效开始走的时候，我想各部会还有相关的关系人的意见，对这个案子的意见，我们都会审慎考虑啦。公平会讲，一旦业者完成补件，委员就会开始审查，并且采纳劳动部也个各界声音。不过，全台有超过15万名的外送员，但超过5年一直无看到宣发。调解立委认为讲，应该要加紧这立法的脚步。也个何佩珊讲，议员需要信心来讨论。劳动部正关注外送员，先经由交通部运价规则和运费透明化，并且经由双方对话平台继续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拜登政府有经过以色列，若是唔强化对加沙地区的人道援助，安尼美国刷落来嘛未阁提供武器援助因。目前以色列已经有开放少数援助载物资的拖拉机入去加沙的北部，而且除了加沙，黎巴嫩嘛因为以色列和真主党咧相战，过去3礼拜，伊直接已经有超过40万的囡仔有路无厝。以色列14空袭加沙中部一间病院，大火将院内收容的难民天道营地拢烧了，造成重大死伤。前日讲加沙另外一间庇护难民的学校嘛被攻击，夺走22条人命，其中大部分是囡仔。以色列对加沙攻击以来，已经造成超过42000人死亡，190万人有路无厝。这种情形连美国嘛看不落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5证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加国防部长奥斯汀写批予以色列，要求爱伫30天内加强放宽加沙人道救援行动，安尼无会面临失去部分美国武器援助风险。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is that the level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has not been sustained. In fact,
it has fallen by over 50% from where it was at its peak. It's not about making any kind of threats. It's about seeing the situation reversed. 这项批是美国到即马对以色列所发出去上强烈的警告，批来指控以色列顶个月拒绝也是阻碍90%对加沙人道援助。目前加沙北部去予以色列封锁，当地民众都爱靠人道援助为生。美国要求以色列逐天爱予350台卡车通过4个主要过境点，允准导向海边的人民向内陆迁徙。以色列对这项批表示重视，讲拜已经开放30台救援卡车进入加沙北部。联合国表示，加沙北部有2礼拜无人员的危机，目前暂时得到化解。不过，哈马斯领袖刷出来指控美国对加沙去予人屠杀完有责任。نحمل الإد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مسؤولية عن هذه المجازر والجرائم وحرب الإبادة الجماعية التي ترتكب يوميا ضد شعبنا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تصعيد الحصار وقتل المدنيين العزل في خيامهم وفي أماكن نزوحهم. 除了加沙，黎巴嫩嘛因为真主党甲以色列的互相报复，过去3礼拜百姓承受真大痛苦，尤其是无能力反抗的细汉囡仔。1.2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displaced, of which 400,000 are children. Work on nutrition, how to feed and care for your family during this horrendous period. 最近以色列的空袭造成黎巴嫩超过2300人死亡，敢若过去3礼拜都超过100个囡仔无辜死亡，超过800个囡仔受伤。联合国是讲，国际社会援助爱送到位，希望莫阁有人违反国际人道法。不过以色列攻击并无减少，今仔日搁再对贝鲁特甲黎巴嫩的东部、南部展开空袭。当时搁讲，伫加沙北部消灭一个哈马斯指挥官，也有50多个恐怖分子。目前真主党已经放调要对以色列展开报复。公司新闻，詹慧敏、黄文玲编译。继续关心美国大选11月份要登票啊，关键摇摆州、乔治亚州伫这个月15已经开始提早投票，头一天就有25万人去登票。另外，即马有一出以川普为主角的电影，像是接班人，即马正在放送。川普是认为讲内底有一寡内容有争议，损害伊的形象。因那另外候选人何锦丽有可能会去上网唱 Joe Rogan 的 Podcast 节目，以拍算要来支持男性选民的支持。美国大选投票日最后几日，乔治亚州伫当地时间15正式展开提前投票。登记投票的选民排真长，当地官员证实，到迄日下昼4点为止，至少有25.2万人完成投票。会当讲是顶届总统大选头一日提前投票日的2倍。乔治亚是美国7大竞争激烈的关键摇摆州之一，有计伊的选举结果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Because being so young, especially with the recent economic crisis we've had, I really just want to make sure my vote counts. 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传记电影《像是接班人》最近放映，电影内真受讨论的一段，描写川普甲伊的第一任家后伊凡娜伫激烈的冤家了后，演变做暴力性侵，酸断川普的形象，互伊气甲丢骹断地，高伫社群平台，骂这部电影是连结诽谤政治上的恶棍行为。I'm not surprised, there is a Trump fatigue, there is an election, there are serious stuff going on, but also we have such a small budget to promote the movie, to market the movie, so we really need Mr. Trump to do more tweets for us. 有消息人士透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可能会拜访有名的网唱乔罗根的 Podcast 节目。乔罗根有数千万的忠实听众，而且多数是少年男性。何锦丽当咧拍拼争取男性，特别是非裔男性的支持。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y are not a monolith, and their support must be earned with policies, rhetoric, and performance that speaks to them. 有专家讲，提名调无输赢的情况之下，何锦丽若会当伫乔罗根的节目中露面，有希望为选情提升。也毋过也有选民表示，一到选举就讲到种族甲性别，互人真野心。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镜头来南韩，韩国的女子团体 New Jeans 爆出霸凌事件，而且这件代志阁闹去到国会。有成员是指控因公司对因无公平、无尊重，嘛呼吁经纪公司爱好好啊对待艺人。 한희 씨 여기서 팬분들께 꼭 한마디만 좀 부탁드릴게요. 제가 말 안 해도 팬분들이 제 마음 잘 아시니까 굳이 말할 필요 없습니다.
夹在国会大楼，韩国女子团体扭进成员汉尼，再个用参考人身份亲身出席环境道德委员会国情监察会议。虽然在公司互人看无，阁有各种无尊重、无公平的态度，包括去母公司海部大楼的时阵，互另外一组团体经纪人当作无看到，阁真侪摆拄着中官拍招呼煞共款互人看无。另外公司的员工阁用应用软体本来美女团扭进甲海部的公关部门要求记者写稿的时阵，对于扭进伫日本的生日淡薄讲着就好。对此，扭进的经纪公司而多的执行长金智英，即个用证人的身份出席会议，伊表示会尽力处理即个内部问题。 그리고 한희 씨를 비롯해서 아티스트 분들 저희 더 목소리에 귀 기울이고 아티스트 분들의 인권까지 잘 보호해서. 金准表示，大力调查汉尼讲的状况，也过暂时无证据会当证明这个状况。汉尼所反驳金智英讲，伊根本无精力伫处理这场霸凌，种种的态度，互汉尼伫睡眠时阵伊就熬甜。 이 세상의 모든 문제들이 해결해질 수 있는 법은 아니라는 걸 알지만 그래도 민석을 인간으로서 존경하면 적어도 직장 내 괴롭힘과 따돌림 문제들은 없지 않을까 싶고요. 因为汉尼是越南的澳洲籍，韩文并无真好。即个一场霸凌事件，连澳洲驻韩国大使嘛主动关心。而打造出扭进的有名制作人明熙珍，今年4月嘛表出甲公司的意见无同，最后说好解除执行长的职务。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俄军伫乌克兰的东部继续发动攻击，罗西亚的国防部对外表示，因伫乌克兰的东部各占领2个庄仔头，也毋过乌克兰是发布战报，讲乌军有拍退俄军，而且在阻挡俄军入侵。来看美国总统大选，乔治亚州已经开始提早登票啊，已经有超过42万人去投票。美国嘅前总统卡特嘛，透过假选票的方式提早投票。伊捌伫伊100岁的时下元，希望伊家己当食饱日。伊嘛讲伊已经甲票投互普林内。来看北韩崩掉小连接南韩的2韩的铁路，即马2韩的局势紧张。韩联社是报讲，因为 北韩起无空，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取消去美国访问的行程，伊要留伫国内应用。若根据北韩的媒体即马上新的报道，北韩正式修改宪法，甲南韩就做是敌对的国家，放弃以统一为国家目标。 镜头搁转来咱国来关心，有一个姓蔡的警察在侦办一桩诈骗的案件，涉嫌摕封口爱金融卡，甲早起口座还未封禁起进前，甲内底的一部分的钱甲领出来。检方昨昏指挥廉政署这单位去敲刑事局侦查第7大队的办公室，若涉案的警察嘛已经互带转去约谈。缉毒在不在？在。 面对毒品乱象，警方为了扫动中央跨单位联合调皮记者会，昨个定现7度成果。不过对共一日，检警连干部出动弄力刑事局所属，因为侦查第7大队标出有警官涉贪。本局蔡姓员警日前因为侦办诈欺案件疑似另设有贪渎情事。本局业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29条规定呈报内政部警政署予以蔡员停职处分。 过去办刑案冲伫第一线，涉案的细川侦查证破获几件非法外交案。今年大约50岁伫刑事局年资超过10年，已经是2线3线警官，即马线知法犯法。顶日承办一件诈欺案件，亲像涉嫌故称兼偷提口爱金融卡趁银行冻结进前，早期 ATM 的盗领诈欺口座的查款，经过检方讯问了后，认定涉嫌贪污的侵占职务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财物等罪嫌重大，有多无产证被检告如等理由，遭到刑压禁见核准。打诈、缉毒、扫黑，一直是我们警察同仁的职责。 伫今年5月，刑事局警政监3线2000个联刑组涉嫌收钱、涉密、包庇不法，互检方起诉了后，警界阁表出危机案件有合者建议，强化警纪内控。我们也时时要去做这些负面个案的先导嘛，加强教育训练，强化内控。
找出涉贪的危险因子，事前的防治还是大于事后的惩处。学者分析，当金钱压力来的时阵，若拄着机会，警方可能会合理化家己的行为，经协助犯案，建议提悬雷控查hiệu，更加爱找出涉贪危险因子来防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大塘伫台南东区巴克利公园边啊，有起一片护士大大的主体，完工了后已经委外经营，也毋过即卖有民众出面指控讲，委外的这间公司涉嫌用这个永盛村的名义诈钱3000万，所以民众有组自救会，冒去警察局备案要提出告诉。也毋过这间公司是驳回讲是因的经营权有出问题，伊嘛强调住入来永盛村的人权益未受影响。伫律师陪伴到警局备案，烦恼包括家己在内30外个股东，投资的3000多万有去无回。帮忙1个月之后，我就发现很多的疑点，所以后来我就要求要提出股东名册，还有公司财报，但一直都拿不到。看无公司财报、股东名单，阁发现董事长点点换人，受害民众组成自救会，即个大塘兴建的头一件银发族永盛村。台南总贤银发主体得标厂商为去年1月开始，以大塘永盛村保证协议的讲法，涉嫌吸收资金。基本上就跟吸金，这我们所谓就是一般违法吸金的问题。因为其实假设你成为公司的股东，你应该会有一个股东名簿，你会登记为公司的股东。如果今天我真的是吸金，就像他讲的，我真的是诈骗，那我就离开就好了。那他们的钱都汇入到哪边去了？都叫家园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啊，现在那个账户被冻结，让他们去提告嘛。大塘永盛村要伫年底开幕，自救会嘛烦恼大入去的长辈会哄骗，呼吁大塘爱重视。暗过防控诉的公司强烈否认，讲这件代志是双方经营权的争夺，嘛强调永盛村会用信托的方式经营，保障大入去的人的权益。那你交钱进去信托账户就这样，那其实讲难听，这样子我赚什么钱？没有赚的。所以我中间我也是想说，然后我们就这样，就银行它固定拨营周转金给我们了。公司回应，听候官司确定愿意买回所有的股份，嘛会拍拼经营永盛村。大塘认为得标厂商经过合法程序变更负责人，董事长换人无影响契约，已经要求厂商会将收到的违约金用信托来办理，要求对方确实做甲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校园的安全，这是政治大学发生偷袭的事件。地点就伫今年这新设的性别友善便所内底，受害的查某学生发现了后，赶紧把便所门挡掉咧，唔好嫌犯走去。结果拜托同学赶紧报警察，警方当场抓人。警方到场时，现场被害女学生指述她在使用厕所时，突然感觉后方有异样，转头发现遭人用手机拍摄。被害人立即冲出，并将隔壁厕所门压住，阻止嫌疑人逃出。随即请周遭热心同学协助报警。警方现场听完被害人陈述后，随即依被害人指称厕所门，将李贤当场逮捕。警方是表示讲，这个查甫人讲伊家己是校友，就住伫学校的附近。伊若现场检查伊的手机啊，所翕的影像拢已经互伊拆掉啊。依法即马会查扣伊的手机啊，送监视要来还原，而且嘛甲伊移送法办。因为去年1月份，台中丰原一个高中2年的查甫学生，因为互规定老师甲霸凌，尾啊，这个学生囡仔想袂开，行地路。台中市教育局宣布，经过调查了后，涉案的前学务主任已经甲市透露，若前主任教官，教育部伫10月初9的时嘛，已经甲伊撤职，而且停止聘用2年。也毋过市在老百姓嘛烦恼讲，即款老师含教官也是有机会会当转去学校内底。去年2月，台中丰原高中一个高中生自杀身亡，起因是被砍学校内底，包含前主任教官、前学务主任加7名师长，差不多4个月集体起诉。经过1年多调查，台中市教育局16宣布前主任教官顶出案。经过调开，军训教官人事评审会决议了后，函报教育部结果公布。惩处于日前出炉，教育部核予撤职并停止任用2年，2年不得接派为军训教官。这涉案的前学务主任已经向无请2年处分以外，要一个校安人员伫去年9月离职，
无搁再录用。整个案件发生伫2022年10月到2023年2月，丰原高中一个2年级男学生因为师长欺负而自杀身亡。校方调查小组去年6月认定是管教失当，欺负案件无成立。了伫舆论的压力甲学生家长申请复查了后，重新启动调查。今年2月确定，前校务主任、前主任教官甲一名校安人员欺负成立。代志发生到这阵1年半，最后一名前主任教官才进行处罚。在教育方面是解职，在军人方面是太署吗？他没有写得很清楚嘛。两并合起来3年，那3年后呢？3年后他是怎么样？男学生的老爸质疑，这个前主任教官有军人的身份，敢若特质能力无多清楚来交代。调查期间对家属更加是真折磨。因为人本基金会是烦恼讲，前主任教官因为也牵涉另外一件性骚扰案件，也互撤职1年，不过也是有可能就由其他的身份转来到这个教育的体系。处理不适任教育人员的机制呢，日后如果这样相关的人要回到教育场域，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查机制。人本批评，虽然调查结果认定欺负成立，也不敢对其中3个人做出处罚。后来共犯结果也是存在。因为教育局处理无适任教师的流程应该更加积极，并且加强相关审核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医疗消息来关心新冠肺炎的研究，即马有新的发现。这是南口的中嘉病院有公布一份上新的研究成果，发现新冠重症的患者，因的尿内底氯的浓度，若是比轻症的患者也搁较悬。而且呢，若是这个浓度愈高，治疗的效果就愈歹。即马证明讲，重金属氯和新冠疾病的严重程度有相牵连。新冠肺炎疫情秋冬恐惊会阁压起，南口中嘉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尿内底氯的浓度比轻症较悬，而且浓度愈悬，临床预后愈差。定定看氯污染源，除了职业甲食薰以外，饮食嘛是一个重要污染源，像讲食到具有氯污染有壳的海产类。主要是从我们饮食中，还有空气污染及职业暴露等。暴露会影响到诸多发炎及免疫疾病。研究团队表示，这个研究拢总574个新冠确诊患者，其中252个是重症。经过统计分析发现，比起轻症患者，重症患者平均年纪较大是70.9岁，尿内底氯浓度嘛较悬。搁再进一步分析，尿内底氯浓度愈悬的，费用不足使用呼吸器的比例较悬，死亡率嘛较悬。又才会当证明重金属氯甲新冠疾病严重度有真大关系。铬中毒有2个器官会受到影响，第一个它引起肾功能的异常，造成肾衰竭。那另外，铬中毒也会引起骨头病变。研究团队提醒，氯是一种有毒的重金属，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告的第1级致癌物，目前无解毒剂。氯常常用来做热力电池、擦疗色素等，比其他的重金属，氯较会去农作物、菜色、稻米吸收，所以呼吁民众爱戒烟，避免空气污染，防范日常饮食可能接触到过量氯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胃癌和大肠癌是拢排伫咱国前10大癌症的死因。台大病院嘛有发表全世界头一个胃癌和大肠癌合一整合体检的模式，唔但会当提升体检的效率，而且可当降低医疗人力和医疗成本。伫过去的这10几年，因为伫中华进行大规模社区体检的计划，即马已经正式会当有效来降低胃癌的发生率和大肠癌的死亡率。50岁以上民众每2年会免费接受粪便检血检查，较早找出大肠癌患者。不过，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那另外各做胸门杆菌粪便抗原检查，都已找出胃癌具风险族群，较早介入治疗。这是全球首创新型2合1胃癌甲大肠癌整合体检模式。胃癌的筛检跟防治，基本上它是一个预防的措施。那世界上并没有把2个结合在一起做筛检，在社区做筛检的运用没有。那这是世界第1例。研究团队表示，胸门螺旋杆菌是胃癌甲消化性溃疡的主要原因。不过，因为初期症状无明显，促使治疗先期。所以，自2012年开始，经由国建署甲中华县51间医疗院所共同合作进行社区大型体检计划。
差不多有15万人参加。结果发现，当时参加自合意体检的民众，胃癌发生率降低32%，大肠癌死亡率是降低28%。执行起来，民众也觉得很方便。那后续进入到肠胃科那边的确诊跟治疗，整个架构也都建得很好。明年度我们也会再扩大我们的这个胃幽门杆菌的一个示范的一个服务。那未来希望能够在各个县市，那有机会也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民众。研究团队指出，传统胃癌拢靠胃镜检查，无法度发现幽门杆菌，也无法度让患者接受多菌的治疗。那像结合医检查，因提悬体检效率，降低医疗津贴甲医疗成本。国健署也强调，这项结合医体检示范计划，明年会扩大到各县市，鼓励民众拢来受检，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因有效降低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昨天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这几年受极端气候也有战争这因素影响，全世界是也有超过7亿个百姓食袂饱的要不到。但係农粮署嘛有招民间团体，伫昨天做伙捐出2万多吨的白米，而且佮有长期咧做国际援助的 NGO 团体召开论坛，希望大家爱关心这囡仔要不到营养不良的问题。这几年因为极端气候，地区真侪国家有出现高温可汗，影响到农产的种植和收成。除了天气因素，像中南美洲的海地，因为当地治安和经济无好，根据海地和联合国组织9月底发布的报告，指出海地有48%的人口540万人有腰腹痛的情形。Juste pour faire qualité, nous devons manger au monde à manger. Dis nous obligé manger parce que comme si la nourriture à partir mettre protégène de côté. Juste obligé goûter juste pour battre combat pour chaque combat. 地区粮食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气候、产车和战争等等。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调查，2023年全世界有超过7亿个百姓要不到。10月10日世界粮食日，有民间团体和农业部、外交部做伙管理援助18个国家，嘛招专家学者开论坛，希望和台湾民众了解国际上药剂和囡仔营养不良的问题。台湾过去也是靠有一段时间是透过外援的哈，不过我们现在台湾。的农业技术已经很发达，那我们希望也可以把这些最新的技术，也可以造就那些发展中国家，希望说提升他们的农业产量。民间团体表示，除了管理印第51个国家拢有适合无据点，希望透过培力，让当地的百姓有能力改善家己的社区。也那农粮署是表示，台湾自2002年开始，逐年拢有捐公粮的计划，今年是拢总捐出22000吨的白米。无欠米，咱就白去家只公牛利用这个机会吼，更加去援助咱遐的迄个较欠的所在，包括海地啦、洪都拉斯啦吼，拢是算较善食啦、较欠米的所在。农粮署表示，希望透过各大公司部门的协作和国际合作的行动，来响应国际关心的粮食安全和药剂的议题。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文化新简介来关心有351年历史基丁天后宫，目前是高雄的市定古迹。今年因决定要申请做国定古迹，高雄市政府是证实讲，今年8月份已经向文化部提报，即马等待评估。伫咧平常时啊，基丁天后宫有望有袂少外国游客来参观拜拜。基丁天后宫自1673年开基到今，已经351栋，虽然经过几啊摆修建。不过，无论是金雕的牌匾、百年王尊、正殿插座的马祖，也佮有3桶牛、5个龟桶的木造结构，拢保存甲不离啊好。最近庙方只是申请天后宫做固定的古迹，嘛离个议会引起讨论。旗津天后宫他们这么积极要作为国定古迹，其实是很难得的哦，因为其实一般私人的。产业要能够成为国定古迹，一般都应该是很害怕才对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庙的管理是非常有使命感的，所以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变成国定古迹。咱做就完毕了，和咱天后宫的管理委员会，咱总数48位的委员，一直来联动来推广，来算互伊做变成是全台湾咱的国家性的以及古迹安尼。2020年基丁天后宫上尾一摆整建，隔当年立会安造，其实伫1985年的时阵，
内政部就捌将这列做国家的3级古迹。1997年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了后，天后宫就改做市定的古迹。4年前，主委陈冠明就表示，想要推杀天后宫升格做固定的古迹。迄当时，佮邀请4位国宝级的师傅来参与修复的工作。文资局那边，他现在因为正在委托做文化资产的价值评估，那预定年底可以完成，所以后续就会进入实质的程序里面。文化局表示，8月份已经正式甲中央提案，现在的定数恐惊要8档以上。民间嘛望政府的协助，会当替高雄保留重要的文化资产。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再咱镜头来中华福兴的万丰川就伫园林大牌边啊。过去才有一条圳沟，或者台湾沟。早期当地人拢是靠这条沟在食青，用竹牌啊载货打沙去卖，洗衫生活拢伫遮。社区即马有请老师来教当地人写歌，当地人就甲这条沟啊写做一条歌。大声唱出家己写的歌，这是中华复兴万丰村民的创作。万丰村就伫园林大牌边，过去这条圳沟，阁叫台湾沟。庄内的万丰教会是居民主要的活动据点。早年村民靠台湾沟趁食，顺溪水用竹牌啊载农作物去鹿港卖。1950-60年代发展工业，居民会去溪底打沙卖钱。即阵居民甲过去的记忆写做一首歌，唱出台湾沟的故事。囡仔的时吼，来教会时吼，要做礼拜进前，有一个大钟吼，拢会当，有人听到，就讲啊，要做礼拜啊，就今日来啊，安尼。过去有真侪尊者。运输对园林到鹿港吼，都是通过这条台湾沟吼。这条台湾沟有真侪历史的故事，包括日本人嘛对这条沟拍到园林到彰化的所在，通过这的活动，互百姓会当定心，会当凝聚。社区时代参囡仔人做伙讨论，大家出意见，写出一首代表万丰的主题曲，过程也充满人情味。上珍贵的迄个人情味满满，叫阮遮侪岁要来写这首歌是真困难，但是老师一个希望安尼吼，阮就拢一直想出来啊。我是教会出身的婴仔，所以我就写万丰，我就去问迄长者讲，为什么万丰叫万丰啊？为什么在地有啥物故事啊？有竹牌啊，打沙生啥这个故事，咱就豆豆甲这故事呢，用画图的方式甲伊表现出来。万丰社区为4年前开始启动营造计划，居民用版画、地图、歌曲这挂创作记录家乡。社区表示，希望用多元的艺文方式表现地方特色，让大家认捌万年丰富的万丰村。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为着节能减碳，即马真侪国家拢在推动电动车。不过电动车敢真正真是较环保？根据调查，欧美、亚洲拢总有13间电动车的厂商，不过针对电池供应链是省长环境和人权，这厂商处理这问题态度是拢无及格。上高分的是免入，敢若51分，若中国的比亚迪吊车尾敢若11分。随着减少碳排放，正做真侪国家的政策主流。强调无废气排放的电动车，正做环保口号之下爱用者。一般的电动车车用电池重量平均大约是400至450多公斤，其中至少爱10公斤的高品质锂金属。若是特斯拉的产品，可靠爱达到80公斤。不过，锂矿的矿藏集中伫少数国家，其中前3名的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这个南美洲 ABC 三角运送量就占全球6成以上。根据国际调查组织的讲法，锂矿开采的过程除了碳排放的规模，对水资源的污染也真惊人。阿根廷西北部的山区小镇苏斯克斯就是明显的。Todo lo que tenemos en su principal el agua, no tenemos agua, el agua que tenemos lo bebemos, no tiene mucho arsénico y no se le puede beber, hay que traerse agua del campo, buscarse agua mejor. Y no se puede vivir en Surquilla.
除了环境污染矿场开采进前，强迫一寡偏向散车的原住民迁村也是常听到，形成国际特赦组织口中严重的人权侵害。这个组织经出欧美亚洲有13间制造电动车的主要业者来进行评比。Are they really identifying, evaluating, and working to prevent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ir supply chain? Unfortunately, none of the companies has been given our green light yet. Because while some companies perform better than others, none of the 13 companies Amnesty assessed demonstrates in its reporting that it fully meets its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responsibilities. 为结果中会当看出，伫全体无及格的车厂中，欧美车厂的得分普遍较悬。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车厂分数都低真侪。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侵害人权的也有多，这是顶礼拜美国13州和华府的检察官因做伙对电影影平台 TikTok 提出告诉，讲 TikTok 会害囡仔、青少年眼甲条例，佫会甲因小解一寡无适当的影片，会害青少年、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即马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嘛有发起联署，要求 TikTok 要改善推荐影片的做法，要保护囡仔。摕手机录影片传去咧 TikTok 伫全球有10亿用户，美国超过一半的使用者是13岁到17岁的青少年。顶礼拜，美国13州甲华盛顿地区的检察官联合提起诉讼，指控 TikTok 的演算法会互青少年看较见调的，而且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TikTok has intentionally and deliberately manipulated and hurt knowingly young people through its platform. It has promoted excessive and addictive and compulsive use by design of our children through its different features from autoplay and infinite scroll to its likes to its beauty filter. 台湾也有家长发现，现在囡仔会演 TikTok， 而且变较无专心，但是因为学校同学拢在看，真恶禁止。因为小孩都会好奇。所以我会满足他的好奇心，但是我也会在旁边限制他，或者跟他讲说这一类的内容其实是不好的。过来也有 NGO 发起联署，要求 TikTok 对少年使用者要有保护措施，阻挡无好的内容，亲像改善推荐影片的演算法，卖互囡仔更较调的。针对大概300几个菲律宾甲肯亚的这些青少年去做调查，去美化这个。忧郁啊，美化自杀，或者甚至是暴力，你去自杀，再一寡讯息，这点钟以来，你就开始学的做这。我们整间呢都有陆续看到呢，因为儿童青少年使用这种网络啦相关软体不当，而造成的那种情绪障碍、行为问题。还蛮多的。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讲，目前 TikTok 伫欧美国家因为法令规定，有针对囡仔改善演算法，因联署要求应该全球同步改善。意思建议家长爱参囡仔参详，伫袂影响困眠学习的前提之下，控制耍 TikTok 的时间。记者林玉凯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加上市咱就会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4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外岛23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